今年嘅國慶中秋節假日期間，我哋李家行嚟到了昆明，嚟到了斗南花卉市場。天下鮮花出昆明，如同天下武功出少林。昆明斗南花卉市場享有金斗南之稱。點解講係享有金斗南之稱呢？昆明斗南花卉市場連續10幾年交易量、交易額、現金量、人流量和出口量全國第一，每天上萬人入場交易，日現金流量1000萬元，旺季達2000萬元。所以講昆明斗南花卉市場享有金斗南之稱，係咁樣講嘅。雲南18怪，天花輪根買。一整個交易市場，成行成市嘅各種各樣嘅鮮花，容易大飽眼福。有嘅鮮花從未見過，非常天然。進入斗南市場，使你感到花嘅海洋，感受到花多眼亂嘅感覺，人耳嘅享受。花漸欲迷人眼，不負親情不負花。到了斗南花市，很多嚟到嗰度嘅市民同埋遊人都帶些花回家擺設，有嘅甚至帶些花去旅遊。這是一個配角。玫瑰花。幾片條嘛？玫瑰20種品種，有紅有黃有綠花味，有紫。斗南花卉市場裏還有一個大型嘅花卉拍賣區，這個拍賣區比零售區還要大。下面隨着鏡頭帶你哋睇睇嗰啲鮮花交易前後係如何儲運嘅。呢度就係等待拍賣嘅流水檔葉片，員工們每天就係咁樣不停嘅忙碌着。你想想這個斗南花市嘅交易量大唔大，就可想而知啦。斗南花卉市場現已發展成為亞洲最大嘅天節花交易市場，是著名嘅花都。雲南省80%以上嘅天節花同埋周邊省邊、周邊國家嘅花卉入場之交易，喺全國80%嘅大中城市佔據70%嘅市場，出口至46個國家和地區，有全國10支天節花，7支產地雲南之說。雲南18怪。鮮花輪根賣，這句話雖然有讓人不解，但係到了斗南花卉市場，但一點都不誇張，真係讓人大開眼界。成片成行嘅、成捆成朵嘅鮮花，遍佈市場。多年嚟，製造斗南花卉只一中國馳名雙標嘅品牌效應和市場優勢。斗南已成為中國花卉市場嘅風向標，
同埋花卉價格嘅停止表。昆明斗南花卉市場連續10幾年交易量、交易額、現金量、人流量、戶出口量全國第一，每天上萬人次入場交易，日現金流量1000萬多元，旺季達2000萬多元。2010年2月，人民媒體投資38.87億元，將昆明斗南花卉市場升級打造佔地1020畝，總建築面積81萬平方米嘅昆明斗南國際花卉產業園區。昆明斗南國際花卉產業園區嘅建成後，可創造6萬個就業崗位，實現年交易額100個億，遠期300個億，承擔國家賦予嘅帶動全國影響世界嘅歷史使命。